今時今日喺氹仔住一個2000尺嘅單位，總價只需要600零萬。咁鏡頭前如果想要4房單位就睇呢一間啦，呢一個係用餐區，後邊嗰邊就係一個大嘅廚房，可以睇呢個廚房2000尺嘅廚房都 OK， 後邊仲有個曬浪位。咁呢個單位而家圍翻尺價都係3000零蚊左右，大廳。咁望望入邊啲房先，咁位置就係氹仔華豐閣，呢間套房非常之大，600零萬你喺氹仔睇緊嘅可能都係啲大3房，想睇4房2000尺一定睇呢一間華豐閣。雖然話賣600零萬，但係拎去銀行估價都可以估到1001萬。鏡頭前嘅你睇到呢一刻，如果對於呢個氹仔華豐閣2045尺賣600零萬，尺價為翻3000零蚊，有興趣嘅話，喺後台點擊個頭像攞聯絡方式，盡快揾專人回覆你。再見。